至去到未來，企業根本唔需要自己揀模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間公司有一套 AI 系統，背後有一個 model router，佢會自動判斷呢個任務比較複雜，就交俾最強模型；呢個任務比較普通，就交俾平價模型。成個過程甚至唔需要人類經理親自做決定。去到呢個時候，AI 模型就會越嚟越似商品，唔係邊個品牌最響就一定贏，而係邊個可以用最低成本完成合格嘅工作。但平台公司可能係另外一回事，亦都正因為咁，我認為 Meta、Google、Microsoft 呢啲公司可能比純模型公司更加值得關注，因為佢哋唔單止賣 token， 佢哋同時擁有雲計算、廣告、數據、硬件入口。換句話講，真正嘅護城河可能唔喺模型入面，而係喺模型之外。本片純屬個人分享同教育用途，並非投資建議。本人並未持有任何相關牌照，投資一定嘅風險，盈虧請自行承擔。詳細免責聲明，請參閱資訊欄。TNL 幫你睇清市場機會。大家好，歡迎嚟到 TNL 投資頻道。今日想同大家傾一個最近越嚟越值得投資者思考嘅問題：AI 最後到底邊個會賺錢？係到 ChatGPT 呢類模型嘅公司，定係英偉達呢啲賣 GPU 嘅企業，又或者係提供雲端算力嘅平台？其實呢個問題可能比下一個 AI 模型有幾聰明更加重要。8月10號 Meta 行政總裁朱克伯格發表咗一篇大約6500字嘅長文，標題叫做《未來屬於每一個人》。成篇文章充滿咗好多非常理想化嘅描述，例如個人賦能、人類自由以及未來每一個人都可以擁有超級智能，聽落當然非常吸引。但如果我哋企喺投資者角度，暫時將呢啲浪漫嘅敘事放埋一邊，你會發現呢篇文章其實透露咗一件更加重要嘅事： AI 真正嘅商業模式可能正喺度發生變化。Meta 一方面希望數十億人可以免費或者低價使用 AI， 但另一方面對於一啲需要大量算力嘅高端用戶，未來就可以透過動態拍賣嘅方式購買更多算力。大家要留意，前面嘅免費智能負責吸引人，但後面嘅算力拍賣先至係真正負責賺錢。所以呢度其實藏住一個非常重要嘅信號，未來 AI 最值錢嘅未必係模型本身，而係模型之外嘅嘢。過去2年 AI 產業最受追捧嘅故事係咩？就係模型越大，參數越多，能力越強，市場就越願意俾高估值。而 GPU 短缺，算力排隊，模型供應有限，就更加製造咗一種錯覺，好似只要掌握最先進嘅模型就可以永久收取高額租金。所以當時市場非常樂觀咁相信，未來嘅 OpenAI、Anthropic 甚至其他頂級模型公司可能會成為下一個 Microsoft、Google， 甚至好似台積電咁，成為 AI 時代不可取代嘅基礎設施。但問題係，技術重要並唔代表股東一定賺錢，電力非常重要，自來水都非常重要，網絡更加重要。但係呢啲行業有一個共同特點，就係重資本、低毛利、競爭激烈，而且好容易受到價格壓力。所以真正值得投資者問嘅問題，其實得一個 AI token 長期到底值幾多錢？呢個先至係 AI 投資真正嘅核心問題。我哋而家見到 AI token 價格比較高，好多時候並唔係因為智能本身非常昂貴，而係因為算力太稀缺， GPU 唔夠，所以 token 自然可以賣得比較貴。但係呢個價格究竟係永久嘅壟斷租金，定係暫時性嘅供需失衡？呢兩件事完全唔同。未來幾年，如果數千億甚至上萬億美元嘅 AI 數據中心陸續落地，再加上 GPU、電力、網絡等基礎設施同步擴張，咁今日嘅算力稀缺，好可能就會變成聽日嘅算力過剩，甚至有機會出現大量閒置 GPU 同數據中心。所以 AI 產業真正需要警惕嘅唔係冇需求，而係資本投入嘅速度會唔會跑得比需求增長更加快。我哋再拆開嚟睇，假設一間公司提供 AI 推理服務，收入非常可觀，但如果你將所有成本計晒入去，包括 GPU 折舊、伺服器更新、電費，再加上下一代模型嘅研發同訓練成本，最後你可能會發現呢門生意睇落非常科幻，但係商業模式可能會越嚟越似一間公用事業公司。更加麻煩嘅係，模型公司唔係只需要做一次資本投入，佢哋必須不停訓練下一代模型。今日你贏咗，聽日競爭對手推出一個新模型，你又要重新買 GPU 喺數據中心投入訓練。所以咧，其實唔係傳統 SaaS 嗰種做一次軟件之後不停收定月費嘅美好故事，佢更加似一場軍備競賽，每一次勝利都只係下一輪燒錢嘅入場券。另外一個問題就係需求，而家 AI 當然有大量需求，但真正大規模證明企業願意長期付高價嘅應用場景，目前仍然集中喺幾個領域，例如軟件開發、自動客服以及部分企業工作流程。呢啲領域有一個共同點 ，ROI 比較容易計。企業花$100買 AI， 如果可以幫佢慳翻$500人工成本，咁佢自然願意繼續俾錢。但其他大量 AI 應用，目前仲未完全證明自己可以產生足夠高嘅經濟價值。而家 AI 產業其中一個最值得注意嘅變化，就係智能本身嘅價格正在通縮。以前大家會覺得只有最頂級嘅模型先可以處理複雜任務，但而家 DeepSeek、Kuan、Kimi 以及大量開源同低成本模型都已經可以處理相當多企業級任務。對企業採購部門嚟講，呢個意義非常大，因為企業唔會單純為咗最聰明3個字俾錢。如果一個模型只需要1/20甚至1/40嘅成本，就可以完成原本頂級模型80%嘅工作，咁企業仲會唔會願意為最頂級模型支付10倍、20倍嘅價格？
其實科技史上有一個非常值得參考嘅案例，唔係90年代嘅微軟，而係2010年之後嘅電信業。當時全球數據流量快速爆炸，所有人都需要網絡、5G、光纖、數據流量，全部成為現代經濟不可或缺嘅基礎設施。但最後，電信公司嘅股東得到咗啲咩？唔係無限嘅壟斷租金，而係龐大嘅資本開支、激烈嘅價格競爭以及相對平庸嘅資本回報。反而真正捕捉到大量經濟剩餘嘅係 Apple、Google、Meta、TikTok 呢啲應用同平台公司。所以呢度有一個非常重要嘅投資原則：使用量爆炸唔等於股東回報爆炸，有時候使用量爆炸，最後爆炸嘅反而係折舊。所以今日好多純模型公司真正面對嘅風險就係市場會唔會慢慢將佢哋由軟件壟斷者重新定價成 AI 電信商，因為賣 token 同賣 byte 喺商業本質上其實非常接近，都係賣邊際流量。只要市場上有越嚟越多供應商，而大家嘅產品又逐漸變得夠用、足夠好，價格自然就會成為最鋒利嘅武器。甚至去到未來，企業根本唔需要自己揀模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間公司有一套 AI 系統，背後有一個 model router，佢會自動判斷呢個任務比較複雜，就交俾最強模型；呢個任務比較普通，就交俾平價模型。成個過程甚至唔需要人類經理親自做決定。去到呢個時候，AI 模型就會越嚟越似商品，唔係邊個品牌最響就一定贏，而係邊個可以用最低成本完成合格嘅工作。但平台公司可能係另外一回事，亦都正因為咁，我認為 Meta、Google、Microsoft 呢啲公司可能比純模型公司更加值得關注，因為佢哋唔單止賣 token， 佢哋同時擁有雲計算、廣告、數據、硬件入口。換句話講，真正嘅護城河可能唔喺模型入面，而係喺模型之外。呢個亦都係點解朱克伯格提出動態拍賣呢件事值得我哋留意。佢唔單止係一個收費設計，而係一種產能管理哲學。免費 AI 負責擴大用戶，高端 AI 負責收費，而龐大嘅 AI 基礎設施就由一個成本中心慢慢變成可以出售嘅智能產能。當然呢個模式確實有機會改善 AI 基礎設施嘅資本回報率。以前 GPU 只係擺喺數據中心入面一路折舊，未來就可以按照時間、任務同需求將計算能力賣出去。但係投資者一定要小心，動態拍賣唔代表價格永遠高，拍賣只可以發現價格，佢唔可以消滅供需曲線。如果未來 AI 算力需求增長得非常快，算力價格自然會高。但如果供應增長速度超過需求，拍賣除落下嗰一刻，價格一樣可以一路向下。所以投資 AI 真正要睇嘅唔係算力需求有冇增加，而係要分清楚收入池同利潤池。假設未來 AI 使用量增長100倍 ，token 使用量暴增，市場可能會非常興奮。但問題係，如果 token 價格同時跌95%，收入可能根本冇想象中咁靚。最後真正剩低嘅自由現金流到底仲有幾多？呢個先至係股東真正食到嘅嘢。所以投資者千祈唔好只係睇 AI 市場有幾大，更加應該睇每1美元資本開支究竟可以產生幾多回報。反翻去 Meta 呢個案例，其實可能正正係一個非常有意思嘅反例。如果佢可以將數十億用戶、開源模型、廣告系統、個人 AI 代理、用戶數據以及龐大嘅算力基礎設施全部整合埋一齊，咁佢確實有機會捕捉到非常巨大嘅 AI 價值。但大家要留意，如果 Meta 最後成功，佢證明嘅可能唔係模型公司都會賺大錢，而係模型之外嘅資產先至決定邊個可以真正賺錢。所以我認為 AI 產業接落嚟會發生一個非常重要嘅轉變。早期市場最關心嘅係邊個最接近 AGI， 但下一個階段市場可能會變成每1美元 CapEx 可以產生幾多可以出售嘅智能，每一吉瓦電力可以轉化幾多收入。去到呢個時候 AI 就唔再只係一個科技故事，佢開始進入金融世界最殘酷嘅一個階段，計回報。最後總結一下今日嘅觀點， AI 未來最大嘅贏家未必係最聰明嘅模型，而可能係最能夠控制需求、分發、算力同現金流嘅公司。真正值得投資者關注嘅係邊個可以將便宜嘅智能變成昂貴嘅產品，而呢個亦都可能係 AI 產業最終極嘅一個問題。當智慧本身變得越嚟越平，究竟邊個仲可以將佢賣得好貴？呢個可能先至係下一輪 AI 投資真正嘅答案。好啦，以上就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觀點。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啟發，歡迎訂閱 TNL 投資頻道。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